二小姐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根据秘方酿出来的酒，您尝尝。甘露堂的师傅们尝过了吗？都尝过了，都说味道没有问题，可以投入生产了。好，让师傅们连夜赶工，能产多少产多少。这次我一定要击垮沈大惊。是。新品，小姐，这玫瑰是不是就是蔷薇啊？林镖师，去买一坛过来尝尝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是。闻着跟我们蔷薇露好像啊。这不就是我们的蔷薇露吗？他们是怎么知道如何酿造的？看来前几日来我们店里闹事，这醉翁之意就在酒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少主出去走镖了，要现在叫他回来吗？不可，这趟镖是我们的老主顾，哥哥很是看重，不可打扰的。那我们要赶紧想出个对策来才是。月晕而风，楚润而雨。这如今积时湿润，想来大雨将至了。小姐，好几天没出货了，不然咱们也降价吧，能卖多少是多少，否则咱们连这个月都撑不下去了。若我们把价格压得比甘露堂低的话，那卖的越多，赔的就越多。我已经给哥哥传了信，请他在回程路上帮忙联络外县的几个大主顾，希望这远水能解解近渴吧。对了，小姐，存酒用的油布都破了洞，咱们还买新的吗？是，马上梅雨季节了，这蔷薇露最害怕潮湿，保存不当很容易变质。这雨伞和雨衣都是油布做的，先扯下来印下紧。是。谢谢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新酒可酿好了。这边都是我们酿好的新酒，其中这蔷薇露呢卖的最为畅销。这旁边的醉生梦死呢是由梦冬花酿造，入口甘甜，却极容易喝醉，所以得了此名。醉生梦死。好酒啊！哎，将军，你今天该不会是专门来蹭酒的吧？怎么，舍不得啊？那当然不是，只是这酒过烈，若你再喝下去的话，恐怕真的要醉生梦死了。我把沈小姐当成是知己，自然想与你把酒言欢，醉生梦死一番。佳节将至，需200斤酒，犒劳一下将军府的卫兵。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蔷薇露。将军应该知道，对面甘露堂出了一款跟蔷薇露口感一模一样的酒，价格便宜2成。我听说了，不过我更愿意相信你的人品和能力。虽然来你这买，
陆将军来我这儿买酒的话，外面的人定要风言风语说你中了我的魅惑伎俩，宁愿高价买丹青酒庄的酒，也不愿意去买那便宜的玫瑰醉。我徐成风向来只做我认为对的事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不过若是沈小姐在意那些流言，那我们另当别论。我当然不在意，我只是担心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蔷薇露，还麻烦沈小姐帮我装车。谢将军，这份心意丹青收下了。那我去帮将军准备。好。将军，将军您慢走。田浩，装好了吗？没问题。不过方才搬酒的时候，发现一坛用红布封住的酒，说是多送的。沈小姐真是不让将军吃亏。哎，据说这蔷薇露口味清甜，且不易喝醉，还有一股花香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尝了。哟，没事吧，将军？你刚刚说口味清甜啊？这难不成是沈小姐拿错了？程风，这坛不是蔷薇露。这一坛，应该是专门酿的。此酒记了将军的名，估计是沈小姐觉得将军你总爱吓唬人，又爱强人所难，所以才将这烈酒命了和将军你一样的人。天浩，你再说一次。这酒记了将军的名，定是沈小姐觉得将军你如这烈酒一般，不同凡响。原来多送的酒是你专门为我酿造的。将军，这酒好歹也是沈小姐的一片心意，您就算觉得不好喝，也别……程风酒啊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这酒这么上头吗？我也试试。哎，这坛酒是我的，车上的随便挑。回府，快走。哎，将军，将军。哎呀，走吧。到时候会把这20坛酒送到您的府上。好，一定要准时送到啊！您放心，一定啊。这边结账。怎么样，二小姐？您看，咱这几日卖的酒，都抵得上过去门店正常营业1个月赚的利润了。多亏了这秘方啊，咱的玫瑰醉跟那丹青酒庄的蔷薇露味道一样，价格却低2成，那大家当然来我们这儿买了。还有好多老主顾啊，怕我们价格哪天上涨了，就特意多买了些酒存起来了。丹青酒庄这2天有动静吗？按您的吩咐，特意找人盯着呢，每天也来不了1个人。哦，不过那个徐将军倒是去买了些酒，不过这杯水车薪罢了。又是这个徐成风，他沈丹青倒是会找帮手。他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，我看他们就是死撑而已，宁愿卖了酿酒的原料，还死扛着不降价。沈丹青是聪明人，他知道一旦跟我打价格战，丹青酒庄定要赔本。就算他不知道哪弄的方子得意了一阵，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摸清酒行的门道。表面死撑，实际上早就怕得心急如焚吧。还是二小姐英明。也不可掉以轻心，沈丹青狡猾，得亲眼见到他无计可施才行。走，瞧瞧去。哎，好。我已经算过，若哥哥能谈妥临县的生意的话，我们就能出掉1半的库存，就可以还上之前购买原料的账。但原料和酒曲若不尽快酿制使用，时间久了就不能用了。小姐，到时怎么办呀？酒曲和原料不如卖给我吧，我罗家的货供不应求，正愁酒曲原料不够用呢。你们来干嘛？沈小姐还有账可算呢。
哦，明白了，是在算损失的成本吧？大白天的空无一人，萧条至此，真是惨啊！沈小姐别生气嘛，我今天来可是专程想要帮你的。你少冒破耗子了，偷了我家小姐的酿酒秘方，如今还敢厚着脸皮跑来大放厥词。哦，罗家的叛徒啊！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话，小心我送你上官府。沈小姐，如我方才所讲，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要来帮你的。你呢，若是同意，我就不计前嫌的给你指条明路。甘露堂出钱收了丹青酒庄，我呢聘请沈小姐做我店里的卖酒女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二小姐，你好大胆！沈小姐当真是输不起，连体面都不顾。体面，在府衙监狱里你放毒蜘蛛杀我，怎么这事儿忘了？你跟我说体面，你是戏没演够吗？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论做戏，我似乎比不过沈小姐你吧？你在监狱的时候不是中毒快死了吗？怎么一转眼又要挟狱卒送信，让徐将军把你捞出来？祭祀仪式上，你不也是做了场大戏，抢了我的泉水吗？我劝你省省吧，少在这里装作一副心胸坦荡的正派样子。罢了，既然你不愿与我甘露堂做生意，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吧。你是想再被打一巴掌？给我滚！沈丹青，就算你有徐将军的帮衬，也是杯水车薪，于事无补，你斗不过我的。等着沦落街头当卖酒女吧。沈丹青，你竟然敢打我！看你真是无计可施，你都沉不住气了。这一巴掌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来福，哎，去跟夏会长打个招呼，让他跟苗城的酒商们通个气，谁都不准买沈丹青的酒取原料，我要让他血本无归。哎，是。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不用再喝了。二小姐说了，将军正在盯着夫人的案子呢。您要是现在回去，恐怕会被抓进大狱，很危险呀。你用这样的事情骗了我几次了？明天就是娘的生辰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我这次不会再听你的了，给我备马。哎，小姐，您还是好好待着吧。你反了！二小姐吩咐了，要您待在庄园里好生休养。您要是好好听话，那就相安无事；您要是不听话，四处乱跑，出了什么事情，那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干嘛？罗雪儿，原来你就是假借养病的名义把我关在这里了！干嘛？罗雪儿，干嘛？丹青，我回来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去休息吧。是。哥，押拜还顺利吗？顺利，没出什么问题。那哥，我让你帮忙找的主顾怎么样？孟员外是我们沈家镖局的老主顾了，对我们很信任，没有犹豫，马上答应了。这样的好消息，要跟人分享才是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丹青酒庄接了大单子。什么？临县的孟员外老祖过寿辰，孟员外为表孝心，要给他办流水筵席，但是他用了丹青酒庄的蔷薇露做寿酒，
眼下丹青酒庄正大量购买酒曲原料呢。由此说来，盛丹青凭借这一单，便有了喘息之机。哪儿止啊！要是这单生意做成了，那以后跟孟员外家来往之人的府上用酒，那不都是丹青酒庄的了吗？那蔷薇露就不愁销路了。不行，不能给他留翻身的机会。你去，把这些日子门店赚的钱全给我投下去，务必把全聊城和左邻村社酿造玫瑰醉的原料都给我买回来，就算是出高价，也不可以给他留一分一毫。全投进去吗？富贵险中求，不急死他，我们怎么活？这样，原料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。你带着玫瑰醉，亲自去找一趟孟员外，告诉他，沈丹青没有能力出货，而我甘露堂是聊城酒商的翘楚，酿造的玫瑰醉比蔷薇露更好，价格还比他们低2成。为表诚意，他对丹青酒庄的定金，我甘露堂一并赔了。是。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让我让给你，做梦！小姐，孟员外的订单被罗雪儿抢走了，他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和我们一拼到底。我们就算想和他斗，也没有原料，这下真的糟了。水仙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你先回去。小姐，先回去。是。哎，客官，甘露堂的新品玫瑰醉，里面尝尝。下雨了。嚯，出门着急，竟然忘了带伞。嘿呀，我一直为将军想着呢。进入雨季以来，我时时刻刻都带着伞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挺好，伞给我吧。哎，将军不用这么感动，我来撑就好了。你小子这么辛苦，我来拿吧。来，给我。谢谢将军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啊。我先到丹青酒庄，你先回府吧。啊，没有宠，全都是精啊！雨衣雨伞都拿来补防水布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徐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来的时候发现水仙把伞上的油布拆下来就洗，我便算到你今日肯定没伞，我这么乐于助人，送你回家。少主，请用茶。外面下雨了，小姐可曾回来？小姐说她想自己待会儿，可能晚些回来，叫我先回了。沈小姐，你送我的酒我收到了，专门用我的名字命名，精心酿造，程峰非常感谢。此程峰非彼程峰，就像你送我的棋子酥一样，希望我一切顺利。我这程峰酒酒感热烈，希望喝酒的人无论经历什么风雨，都有一腔热血，
乘风破浪。说的真好。此乘风非彼乘风，我还真是有些好奇了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觉得你凶巴巴的，是不好接近的大将军。不过这都是初见时，接触之后发现你有胆有谋，温暖又直率。这酒入口味道极烈，但烧起又有些回甘，跟你刚刚形容的我有几分相似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酒应该更烈些，让你喝的第一口就被呛到。难道沈小姐还记着我把你扔下水的仇啊？这件事儿，我可记你一辈子哦。沈小姐若记我一辈子，那我便道一辈子歉。哎，小心！谢将军。不客气。看来我要开始加倍努力了，这样才能免去你心中对我的坏印象。那我就好好期待将军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到家了，你带伞进去吧。我可不想让将军得风寒，让你送我回来，就是希望你把伞拿走。从这穿过院子才能到你的房间。要是让你淋了雨，今天我岂不是白表现了？将军和初见时真是大不一样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。我已经到家了，这伞你拿回去吧。本将军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这点风雨算不上什么。拿好，快回吧。哥回来了。快趁热喝。谢谢哥。我听说，罗雪儿将酿酒的原料全都买断了。随他去吧。而我在这下雨天能喝上一碗哥给我煮的姜汤，我就很满足了。那看来，我应该是多余担心了。你最近跟徐将军走得很近吗？他帮了我不少忙。我听说了他买酒替我们解围的事情。自从上次把话聊开了之后，他确实对我们热情了不少。了解之后发现，徐将军这个人看似不羁，其实心思细腻，还很会照顾别人。程峰确实是难得的君子，是个值得信赖的至交好友。至交好友，确实如此。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，趁热喝。来杯热茶吧。将军，沈小姐是不是在你的酒里下了什么迷魂药啊？怎么一遇到沈小姐的时候，你就变得不一样了？哪来这么多话？让你办的正事儿都办好了吗？我一直在观察，绿竹和怡亲王并没有什么异动，
绿竹传递过去汇报的纸条也都查看过，竟是一些日常琐事。日常琐事无伤大雅，让他汇报给怡亲王便是。我们总得让这明庄汇报回去一些消息，要不然这怡亲王再使出别的手段，咱们防不胜防。将军说的有道理，你也不好将他一直这么往外推。没错，既是如此啊，你便跟着绿竹姑娘好好讨好关系。啊？怎么是我？放心，我都已经吩咐好绿竹了，让她好好照看你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别走！天昊小将军，我进来喽。天昊小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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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都跟我说了，你没有在睡，还装睡。天昊小将军，起来吧！你要干嘛呀？天昊小将军，你不装睡啦？你的额头有些烫，这是我特意熬的姜汤，可以去风寒。你尝一口，尝一口吧。这姜汤怎么这么辣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觉得辣。这是我用金樱花、薄荷、甘草一起熬制的润喉糖。你受了风寒，喉咙会有些不舒服，吃这个。该不会有毒吧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毒你的。来，啊，怎么样？没有骗你吧？快，把姜汤给喝了。啊，喝。我这里还有几颗，送给你了。多谢绿竹姑娘。真乖，记得好好休息。被人照顾的感觉还挺好的。绿竹姑娘，这些衣服劳烦你午时洗出来，还有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记得每日辰时浇一遍水。你们的差事凭什么我来做？你自诩将军的贴身侍女，这种献殷勤的事儿，你不是应该抢着去做吗？我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啊！你可别提了，他每次都被将军和天昊耍得团团转，800个心眼子啊，全是空心儿的。其实啊，就是个笑话。你们别欺人太甚！你敢砸我，真是不知好歹！住手！谁给你们的胆子仗势欺人？绿竹姑娘心思单纯，容不得你们胡乱编排。我们知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谁再敢欺负她，都给我滚出将军府！是。二小姐，账目已经清点完毕了，这一批酿的玫瑰醉全部售卖一空了。按您的吩咐，我把现在账面上所有能用的钱全部买了原料，马上投入生产。这一批酿的酒，不到几日就可以酿好了。好，给我盯着沈丹青，不给他留任何的喘息机会。我要让他无酒可酿，无货可卖。不出10日，他便维持不下去了，只能退出酿酒行，关门大吉了。嘿，二小姐英明啊！沈丹青那个闲人，还敢跟您斗，哼，不自量力！啊，许是买酒的客商到。哎呀，怎么到的这么早啊？开门吧，别让客人等急了。好嘞。别急，别急，退货！你们居然卖假酒！这酒刚放几日就全部变质了，退货！退货！快退货！开门！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甘露堂门口怎么那么多人？罗雪儿这回终于贼了，这可是我们大小姐的杰作。这罗雪儿想要碰瓷，掩盖真实的目的，再用连环计过来偷我的方子。我若不好好配合的话，怎么能对得起他那样的大费周章呢？所以我就派人支走了后院所有人，就是希望那人可以为所欲为。这酒不能喝了，退货！退货！这酒不能喝了，让他们退货！退，必须让他们退！让他们退货，必须让他们退货！咱们是谋财害命，退！此人故意带头喊叫闹事，一定有问题。退货！退！怎么这么眼熟？退货！给我退货！你去跟上那大胡子，别打草惊蛇，看看他要干什么。是。那人偷偷溜进铺房，偷走了我们蔷薇露的配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罗府的管家来福。啊，那小姐为何还让他拿走配方啊？我知道了，来福偷走的一定是假配方。配方是真的，罗雪儿这老狐狸，若给他假配方的话，怎么能让他照葫芦画瓢呢？但这酒的配方是酿酒师立身的根本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都将最重要的几步少写下来。而蔷薇露最重要的就是存储时间。在罗雪儿眼里，我是酿酒的门外汉，她定然想不到我会以退为进，再步一趋。怪不得，每次酿酒，小姐都会让酿酒的师傅出去1个时辰，独自一人在酒坊里忙碌。想来便是在操作那关键的一步吧。正是，虽然这方子能酿出跟蔷薇露口感一样的酒，可是却难以储存，再加上如今这梅雨季节，更是会大大缩短酒的寿命。我明白了，不过小姐，这罗家的酿酒师傅也不是吃素的，早晚会发现酒的问题。罗雪儿即使有亏损，也不会太多。您是如何算到他会加大产量的呢？因为诱饵而吞钩，这方子让罗雪儿赚翻了。金钱迷人眼，这人一旦贪心不足，心术不正，定会自食恶果。再加上他罗雪儿太想看我落败，所以我就和哥哥演戏，佯装要翻身，他定会全然不顾。等他发现酒有问题的时候，已经为时过晚了。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故意设计让他大量囤积原料酿酒，然后又用梅雨季节加速玫瑰醉的变质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只有血本无归这一条路了。不过小姐，我都愁死了，你竟然一点消息也不透。这件事不能有任何纰漏，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故意演出被罗雪儿激怒的样子，也是想让她觉得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。罗家所有的阴谋诡计，都在大小姐的筹谋之中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实在是高明，在下着实佩服。小姐神机妙算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。难得今天这么热闹，这出闹剧的主角可是个最会演的，好戏怎么能错过呢？沈丹青应该是给秘方动了手脚，他之后也是故意算计我的。二小姐呀，我们可用的钱全部买了原料，原料投入生产，退不了了。这慌什么慌？盯住！先稳住再说。各位，稍安勿躁，往后退啊！来听我们当家的说两句啊！大家听我一言，有话好好说。大家听我一言，请大家放心，我甘露堂是聊城的老字号，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。这钱我一定会退还给大家的。你就说什么时候给退钱吧。对，快说什么时候退钱？退钱！大家稍安勿躁，大家可以到来福这里登记一下退货的数额，给我们3天时间。3天后，我一定会备好银子，在甘露堂的大堂恭候大家。到时候你要跑了怎么办呢？对啊，跑了怎么办啊？我罗家的产业，翟院和家人都在聊城，我们可以跑到哪儿去呢？大家相信我，罗家这点财力还是有的，只是门店的费用都投入到了生产，一时周转不过来，所以还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。
还是那个承诺，3天后我就在这儿等着大家，到时候一定会1分不差的把钱退给大家。那大家先来登记吧。来，到我这儿来，先登记啊！不要走啊，少不了你们的。大家放心啊，这边来啊，到这边来。走。反正已经签了。退钱？他哪来的钱退给客人啊？他刚从粮铺买了大量的粮食用来酿酒，若我没算错的话，他应该没钱。我看他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故意拖延时间准备跑路吧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水仙，帮我做件事。百事通派人约我来此处见面，说是找到了重要的任务。没想到这次这么快就有了进展。他是被剧毒暗器袭击致死，身体还是温的，说明凶手没离开多久。这是百事通的独门暗器，我见他用过，表面上摸起来有点干涩，应该是他死之前一直紧握在手里留下来的汗水。看来这个凶手武功高强，下手也极快，没等百事通出手，他就已经中毒身亡了。杀害百事通的人，多半就是黄标案的作案凶手无疑了。何出此言？这个银针，跟丹青遇袭的时候所中的银针一模一样。而且我研究过，这种淬了毒的银针是特制的，需要配合特制的发射器才能使用。而且，那个伤口处的细微变化，跟丹青当年遇袭的时候伤口情况一模一样。如此看来，百事通是发现了能够证明凶手身份的证据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可问题是，为何凶手消息来得如此灵通，而且来得这么快？唯一的可能就是凶手就潜伏在聊城，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
就逃。